我命人带着酒去找了一位药店老板，他很快便查出酒中加了几味催情药。酒量不好的人喝多了都有可能昏迷。夫人，你此举是侮辱公主，无视皇室尊严。夫人，我们可以不把下药之事告知公主和帝后，但请保证，以后不会再有此事发生。我也是为了帮着公主和驸马早日圆房，帝后不会责怪我的。若不是这个梁怀吉坏了大事，公主和驸马早已经和和美美了。公主性情刚烈，一旦发现被迫失身，永远不会原谅驸马，而且可能以死表示抗拒。公主如果有事，夫人和驸马又岂能全身而退？公主以前拒绝驸马，那是不懂得男女之道。这一旦圆了房，知道了其中的妙处，她不会再排斥驸马的。我不敢说夫人说的全无道理，但是万事无绝对。如此圆房之后，结果便只有两种：一种，如夫人所说，公主从此接受驸马；但更可能的是，公主愤怒，放弃生命以示抵抗。我等身为公主奴仆，一切做法都是以公主的喜乐为先，万万不允许任何人伤了公主。夫人若真要进宫，将此事告与帝后，我们也无法阻拦。但无论如何，自今日起，我们会随时守护公主，不会再让夫人或驸马单独与公主相处了。怀吉，公主，你的脸是怎么受伤的？走路不小心，墙上撞的。在哪面墙上撞的？南墙。怀吉，你被困住了。被困在这里了。我心甘情愿，永远被困在这儿。
怀吉，中午之前不会回来吧？梁先生刚出去，我让他买的东西，那单子买全了，午后都不见得回得来。阿嫂，真是我疏忽了，怎的就让贼人进了公主宅，还偏偏就在阿嫂的屋子里为非作歹。不过阿嫂放心，以后我会派人日日夜夜轮班在阿嫂的院子里守着，谁来过，谁去过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不放一个可疑的人进来，也不放半个我不信任的人出去。若还有些鬼鬼祟祟，想着算计人的，比如这个贱婢，我不会像这次这么放过，我定抽了他的筋，扒了他的皮。怪我下药。我要是不下药，你慢慢的等，难道能等到他回头看你？不会，永远都不会的。他的眼里只有那不男不女的怪物，只要他在他的身边，他永远都不会看你李伟一眼的，知道吗？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你这个废物，大废物！怀吉，公主，时辰不早了，还是早些回去安歇吧。我睡不着，想和你说说话。有什么话，明日再说也是一样的。梁先生，公主坐在门外，不肯回去。怀吉，我冷。扶公主进我房中。公主，你这里有酒吗？太晚了，我明日陪你饮。
哥哥，我好冷。这位公主将一碗解酒汤。为什么要解酒汤呢？都说酒能解忧，解了酒，忧不是又回来了吗？世间哪有可以解忧的酒啊？借酒消愁，不过是借着一醉，暂时忘却自己的烦恼罢了。能暂时忘掉烦恼，也不错呀。我就有很多想要忘掉的东西。愿这一杯让我忘掉李伟和他母亲有关的所有事。你呢？你一定也有想要忘却的事吧？那这一杯，就让我忘记所有不愉快的记忆吧。是什么呢？哦，你说过，你家很穷，每个人都有贫穷之处啊。小时候，我以为不能出去玩，就是我的贫穷之处。后来才知道，我还有更穷的地方。和秋荷那样的女子比，我才是穷到家了。愿这杯酒让我忘记我是公主这件事吧，这样就一劳永逸了。因为我所有的烦恼都是公主这个身份带来的。如果不做公主，那我做什么呢？就让我做一株荷花吧，年年生在秋江上，着孤帆远影，看云卷云舒，自由自在，这样多好。
先别笑，说说你想做什么？若你是荷花，那我就做你花叶底下的波浪，这样我们便可以岁岁年年，随风逐雨，常来往。快斟上，继续喝，继续说，说你想要忘记的事。除了以上2件，我暂时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忘记的大事儿了。如果一定要说，那我就换成一个愿望吧。什么愿望？我希望，无论我们怎样裁剪自己的记忆，我们都还是会出现在彼此的生命里。我记得和你在一起发生的每一件事。我记得你的忧伤，你的笑容，你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和你为我留下的每一道伤痕。谁在哪儿？梁先生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在这里偷窥？怎么，看不得吗？你们竟然有胆做出这样的丑事，还怕人看？你嘴里不干不净的说些什么？哼，是我的嘴说话不干净，还是你们做的事不干净？公主可否明示这庭中的下人，你和梁先生在这屋中到底做了些什么？伟儿，你给我过来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，明日请官家治罪。你敢？还磨蹭什么？等着人家把乌龟壳按到你脸上做招牌吗？想死的只敢过来！你若敢动怀姬1分1毫，你就入宫跟官家告我，说我们欺负你，给你下药。你以为官家会觉得这是天大的罪过？打你嫁到我李家那时起，官家就盼着你们圆房呢。家姑调教心腹有什么错？等你跟驸马圆了房，你就会明白。快让他们动手啊！娘，你个贱！公主，你个贱！公主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公主，你冷静一点儿。公主，我怎么生了这么儿子呀？出息的儿子，这个气！为什么要打我娘？为什么？他就是在纵容他，任由他和这个连男人都不是的东西骑到他的脖子上作威作福，他连哼都不哼一声啊！现如今，他连你亲娘都敢打了。
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早知如此，我就是生块烧猪肉都好过生你呀！怀瑾，好啊，我带你回去。回哪里？公主请歌。我要回家。回家。我要回宫。公主，现在宫城中门已经关闭。我要回宫。公主，下雨了，不如等到明日天亮再来。怀瑾，你带我回去，我要出去，我不要被困在这里。好，我带你回宫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回柔，回柔，快走，快走！如果再多停留一瞬，我就会死在这里。官家，您想要什么？官家，把门关上吧，外头冷。官家，您不舒服，我去传太医。没有给我。太医治了这么多年，也就是这些药，大半夜的折腾他们做什么？我也嫌闹。我弄见醉星来了，他在那儿背书，背得磕磕巴巴，还拿眼睛去看他姐姐。可慧柔怎么会呢？慧柔从小读书写字就是硬。醉醒来啊，比他姐姐乖多了，又聪明又听话。宫里老人都说他像我小时候，我就想
但我从小觉得他可不会去，他什么都懂，爷爷、亲娘、嫡母、长姐都爱他。最近来怎么就没了？可能老天爷本来就是要让人受苦的。二皇子最招人疼，谁都疼他，爱他。最终，老天爷也不舍得他在人间吃苦。公主，温柔，你为什么会变这样？为什么？温柔。什么人？停着！敢夜闯后门，不想活了吗？啊！停车！公主，哪来的疯货？回去！哎，回去！再不站住，我不客气了！站住！住手！哎，且慢，且慢！这是娘娘，她是中贵人梁怀琪。娘娘，中贵人梁怀琪。开门让我回去。中贵人梁怀琪。那个人谁？爹爹。燕国公主。娘娘，开门让我回去。官家，休息吧。你还记得最新来的模样吗？二皇子长得粉妆玉琢，又机灵，又……
官家，有人来了吗？官家，没有人来，这都半夜了。臣服侍官家歇下吧。心里很不踏实。这几日，我总是想到醉醒来，又看不清楚他的样子。想起慧柔小时候偷吃蜜饯果子，想起他对我说我杀了曹丕，他就杀了我唯一的女儿。官家，您这是太累了，太想二皇子了。官家，董娘子、周娘子都还年轻，肯定能给官家添几个皇子的。燕国公主最孝顺了，官家最疼她，那气得糊涂的时候说的话，官家哪能老放在心里头呢？我不怕他怨我，我是怕他太钻牛角尖。官家，娘娘有急事求见。官家，姐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慧柔，跟姐姐说发生什么事了？告诉姐姐，怎么了？姐姐，请你恳求爹爹把我留下来，把我留在宫里。
求求你们，若是家里已经没有慧柔的地方，便请爹爹赐慧柔死吧。你胡说！爹爹，爹爹，我一想到李伟，便是他，我已经无法再跟李伟多相处一刻。我一想到他，便是他抬手打我的样子。打你？你以为他竟然打你？他打你哪儿？啊，慧柔！可恶！他怎么敢？就杀他！管家，爹爹，慧柔从小功课做得不好，亦或是淘气，管家和娘娘顶多教育他几句，提点他。莫说是打，便连重话也没有挨过。你跟我来。娘娘，娘把怀姬怎么样？不是他的错，不是他的错，是我一定要缠着他。你们要罚，就罚我吧。慧柔，怎么了？这孩子是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吓成这样？爹爹，慧柔，你先跟姐姐回去休息。慧柔，走，我们回去。走。慧姬，爹爹。爹爹，李伟和他的母亲对我下药，百般凌辱。若是没有怀姬，女儿已经见不到爹爹了。是女儿硬要他陪着喝酒的。任少忠，管家，带人护送苗娘子和公主回怡凤阁。是。爹爹，慧柔。你好好的，你身边的人自然无事。你若出半点意外，我先重罚你身边的人，一个也不会放过。慧柔，走，走，我回去。快，起来。姐姐，如果没有怀姬，我早就死在那里了。姐姐知道，怀姬他是个好孩子。慧柔很固执。她之前不喜欢驸马，嫁过去之后，因为日日要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，
他一定很痛苦。很痛苦。慧柔过得很痛苦。管家，先歇息吧。明日，驸马定会入宫。臣妾以为，如今最重要的是不要将此事闹大，被言官留意到。但愿如此。臣事主不周，罪无可贷，请陛下责罚。起来吧。臣不敢。臣罪无可贷，臣请陛下降罪。不要说什么罪，夫妻拌嘴是常事，只是你万万不该对她动手。她毕竟是个女孩，是吧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混账，我错了，我混账。起来吧，此事以后再说。你先回去，慧柔有些不舒服，朕要留她在宫里将养一段时间。慧柔，公主她还会原谅我吗？那么你呢？你会怪慧柔吗？我当然不会怪她，我喜欢她。陛下，您知道的，我从小喜欢她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变成让慧柔喜欢的样子，像梁先生那样好看。慧柔喜欢跟梁先生一起读书、吟诗、画画、写字。可是我的画，还有我的字，都要比梁先生的好。我以为慧柔看到了，她会喜欢我，会愿意跟我在一起。但是，慧柔她其实只是喜欢和梁先生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好。她其实并不是喜欢画画、写字。
关家，这上面写了什么？燕国公主终夜叩皇城门，监门使臣折变通奏，开门纳之，直撤京中。管家，何柔呢？她怎么样？还是有些低烧，午饭过后吃了药，现在还睡着。管家，驸马那边有没有说什么呀？驸马只是请罪，还是个厚道孩子，不会说什么。怀吉，你来啦。给公主念。臣辅以周礼，昏人掌宫门之禁，识其起闭；四人掌女宫之令，究其出入，以谨言周卫，杜绝非常。这是要弹劾公主吗？还没有，但是他们列举前代旧例，譬如汉光武帝出猎夜还，上东门侯智运不肯开门。光武帝后来从中东门入，次日便赏了智运，而贬了中东门侯。魏武帝曹操之子曹植上开司马门骤出，曹操大怒，诛杀了负责宫门警卫的公车令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怀吉，念最后一段。然则，公主夜归，未辨真伪，折变通奏，开门纳之，直撤禁中，略无机防。其所立皇城、宫殿内外监门使臣，请并送开封府，看何？门是我叩开的，言官不满，直接骂我就好了，为何要问监门使臣的罪？你以为他们不想骂你啊？他们其实连你爹爹也想骂呢。那宫门若非我下令，有谁人敢夜开？太监只是有所顾忌，不便明着数落我们，才拿监门使臣说事。我若罚了他们，那就等于打了我们自己的脸。那爹爹会处罚那些监门使臣吗？不会，他们是奉皇命行事，我的错误不能让他们承担。爹爹，怀吉，你看到怀吉了，也就可以放心了。你爹爹并没有将你的过错全部让他来承担。爹爹，他没有错，所有的错真的都是女儿的。他若真没有错，这一切便不会发生了。
怀吉这几日跟着朕，你在家好好休养。我会顶住言官的弹劾，也不会处罚监门使臣。你娘娘今日去给国舅夫人道歉。给她道歉？为什么要给她道歉？因为我们的女儿身为人妇，却与其他男子有亲密举动，被婆母发现斥责，竟殴打婆母。爹爹，你是知道的，李伟的母亲是多么的庸俗粗鄙，不堪入目。她粗鄙，你可以不喜欢她；她给你下药，你可以事后上告给爹爹，也可以斥责她。但是你因此与内臣举动轻浮，后又打了婆母，爹娘不为没有教好你而惭愧道歉，难道还要拿出手中权柄去给你出气吗？娘娘，国舅夫人怎么说啊？杨夫人向我哭诉被公主打之事，好在伤势不重，我加以抚慰，又暗示她若此事闹大，驸马和公主都会被人议论，成为大街小巷闲人的谈资。而驸马又打了公主，怎地也逃不过事主不公的罪过。杨夫人听了，向我承诺，今后绝不跟外人提起。江晚山上来吧。官家还没用晚膳呢。皇后在杨夫人那儿，难道吃得好吗？杨夫人和驸马虽然不会对人乱说，但是公主宅侍者不少，人多嘴杂。公主若久居宫中，日子久了，只怕更会引起言官注意。若他们追究此事，谈及公主细行就不好了。惠柔稍留几日，还是跟驸马回去吧。日后他们依然各住各的，再出资给驸马纳一妾，平静一段日子。万一徽柔发觉驸马的好，两人再生出一些亲人的情谊，那是最好了。若不能，便宣布公主患病，接回宫中诊治便了。今母亲去世，上书请辞扶丧，这是情理中事。然而，按照国朝惯例，在职遇丧事皆起复，卿亦不必此想。在职遇丧事起复，或因战事，或因其人有非常之能。如今太平盛世，臣寻常之才，并无起复之理。请陛下许臣重丧。
臣离之前，却有几句肺腑之言。你说。陛下求思心切，时隔娘子原本便渴望恩宠，如今知陛下心意，自当纷纷尽其所能，以求宠幸。陛下仁厚，不忍厚此薄彼。如此，想保其圣功，却不可得。晋闻1年之内4位公主先后出生，臣实为陛下龙体担忧。而陛下年事已高，皇嗣依然未立，臣更为社稷担忧。苗仙妃曾为陛下担越王，天资聪颖，陛下爱之。若天意与陛下，如今越王早已成年，替陛下分忧。爹爹，姐姐的话里有只虫，她说不是蝈蝈，也不是蛐蛐，而是叫声最好听的金铃子。臣资质平庸，愚生不能有益于盛世，唯披肝沥胆，以终日报陛下之深恩。臣出于恳切，不觉语及于此，言辞急切，狂言健说，反忌讳。陛下若能听纳谏言，则祭赐，然后赐臣一死，臣亦甘心。亲是为了社稷谨言，朕怎会怪罪你？只是，朕也想问父亲一个不知是否该出口的问题。若兰早逝，你又把若竹嫁给了冯京。那个风华无双的状元郎还是你傅家的女婿。若兰缠绵病榻近1年，是否在她病重的时候就已承诺若竹，姐姐若不在了，便将她嫁给姐夫呢？万一若兰又有好转了呢？她若得知你有如此想法，又该如何与若竹相处？若竹如果将冯京视作未来的夫君，姐姐却又好转了，她该如何自处？你们怕朕有万一，到时设计动荡。朕若今日便立了一位宗室子为太子，明日朕便驾崩，那是恰巧。朕若不巧多活了几年，更不巧生了个儿子，到时你说，到朕驾崩之时，朕的养子与幼子如何相处？
无论谁继位，又能否容下对方？到时候，社稷便不会动荡了吗？管家，驸马都尉已经来了一阵子了，开始在门口站着，后来皇后娘娘来了，说是替她劝劝公主。让她走，让她走，让她走。 我不要见到他，不要见到他。慧柔，驸马已经知错了。驸马向爹爹和娘娘保证以后不，没有以后，永远都没有以后，没有以后。 慧柔，你要干什么？姐姐，我不要回去，我不要回去，我不要回去。你让他走。 你去求爹爹，我不要回去。姐姐不会让你走的啊！我宁可死也不要回去。不走，不走，不走！姐姐不让你走，姐姐不让你走。管家。 不要啊！不要！姐姐，你去求求爹爹，求求爹爹，不要把我送给李伟，不要把我送给李家做礼物，我不要。爹爹不忍心呐。会的，他会的。他觉得李伟好，他觉得李家好，他就会的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可以去死，我也不要去。 管家娘娘，求求你不要把慧柔送走。此事我慢慢跟你解释。管家，荷儿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看着慧柔拿布老虎斗最近来的时候，荷儿只盼儿子能有出息。 女儿能嫁个好夫君，如今只求把慧柔留在身边好好的。官家若是不答应，慧柔便活不下去了。那我们母女俩就吃于最新来团聚便是了。这些书画都是旁人送的，你看看，回去帮我挑挑，看看哪些慧柔会喜欢。你先不要急，你先回去读读书，看看画，不要急。 慧柔，
先回府啊！慧柔身子不好，贤妃舍不得。慧柔要是不想见我，我就不烦她了。这些书画也不带走了，我挑的，慧柔不会喜欢。官家还是让梁先生为她挑吧。小眼儿，去把昨天让梁都监买的桂花糖还有蜜饯李子端来。姐姐，我不要回去了，永远都住在宫里，好吗？姐姐会想办法的。可是娘娘一直劝我，还让我先回去。可是，我不要见到李伟和他娘。姐姐会替你跟爹爹还有娘娘说的。娘子，官家派任督知来看看公主的情形，然后给驸马复命。姐姐，没事。公主哭了好久，才刚刚好些。在她面前不能提驸马，不能提回去。也拜托任督知劝劝官家，如此夫妻，还不如离去。妙娘子说的是，不过这桩婚事是官家亲自撮合，驸马又是张仪太后家人，当时朝堂上下一致赞同。若官家出面提离决，恐怕言官又要劝谏。也不用立时离决，分开个1年半载，冷静冷静也好。可是现在官家和娘娘都在劝慧柔早日回去，李伟又3天2头请罪，请公主原谅。我看就算是官家不忍心，过不了几日，娘娘也会来请公主回去的。让公主和驸马分开1年半载，并非难事。若妙娘子国有此意，臣即可前往公主宅，找驸马说说，让他自请离开京师。你能说动他离京？妙娘子静候佳音便是。这事儿不能让娘娘知道。官家，官家，
还是宣太医来看看吧。还是那些药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自己都会开了，也不想听他们啰嗦。苗贤妃，关家，用过完善了吗？徽柔怎么样？臣妾是听说，驸马上书自和，举了些凤竹无庄的实例，恳请官家责罚，给予外人，所以过来问问，官家是否从了他所请？是臣妾自己找任督之问的。官家问臣妾，徽柔如何了？臣妾就实话实说。徽柔只要一听李伟二字，就惊恐不已。昨日夜里，她突然惊起，说李伟来抓她了。我哄了好久，她哭得都呕吐了起来，反反复复就说一句：“不要见李伟。”官家就准了驸马请罪，让他出境外任1年半载，两人都冷静冷静，不好吗？但是李伟没有错，徽柔嫁给他却不肯同房，他始终以礼相待。国舅夫人虽有不满，种种逼迫，他却并没有对徽柔有丝毫不敬。徽柔她将罪责放在李伟身上不公平啊！官家是要公平，还是要女儿的命呢？臣妾入宫这么多年，虽从未有过任何功劳，但也没有违背过规矩的地方，也从未求过官家什么。今日臣妾就求官家，准了驸马的奏请，放女儿一条生路吧。如若官家认为这是臣妾在干政，怎么责罚都行，只求官家准了李伟外任出京。若说错，我的错最大。李伟无辜啊！官家，前几日，官家让臣去公主宅安抚驸马，驸马十分惶恐，反复说想要出京。臣想，官家仁慈，不愿让驸马受委屈。其实外放出京未必是委屈了，为他寻个好山好水的去处，在私下抚慰，臣觉得驸马倒是比在京城自在。臣真是老糊涂了，竟敢对朝政说三道四。臣只是看着公主这样伤心。官家就准了驸马离京外任吧。求你了，六哥。今日你爹爹
我宣布，李伟奉主无状，所以降他的官，将他外放。这样，你俩至少可以分开1、2年。真的？爹爹答应了？是啊，你爹爹觉得李伟有些委屈。他委屈，他打我。爹爹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我一下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每日看到李伟的母亲，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。后来他们给我下药，我到现在都常做噩梦。好了，没事了啊。你爹爹虽觉得他委屈，但是更心疼你，所以爹爹答应了。姐姐已经派人去朝堂外守着，等你爹爹一散朝，便将他请回来，让你安心。那姐姐，爹爹会让怀吉回到我身边吗？慧柔，暂时不要在你爹爹面前提起此事。你看你爹爹也没有为难怀吉呀。可是，我不能没有怀吉。姐姐，怀吉就像我的影子一样，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影子呢？除非是已经死去的鬼魂。慧柔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心里的话。公主非时入宫，宫门夜开，应当先处罚了监门使臣。够了！监门使臣失职，是该处罚，但重点并不在此，而在于燕国公主罔顾宫禁之言，非时入宫的缘由。你们为何不直言？他这是将话题引到了公主身上。司马光说公主一向不孝顺家姑，不尊重驸马。听说就在此番入宫之前，还曾将家姑打伤，不但全无愧疚之意，反而夜叩宫门，入宿禁中，完全无视宫禁周卫，君父安危。司马光还说，公主失德，而李伟失公主肃禁，并无大过。如此是非分明，若降罚于李伟，而维护公主，于情于理都有失公允。皇帝偏私如此，将何以世率天下？这司马光如此无礼，官家也不骂骂他吗？我怎么骂？不骂他什么？官家，司马光说的是事实，我无从反驳。而且他话音刚落，便有言官提出，公主宅内臣有不自禁者，公主与夫家不协，或为内臣离间所致。如今应去看公主宅所有内人，重刑责驾。爹爹，你不会处罚怀吉吧？他没有错，他从来没有挑拨过我和驸马。若是责罚，我愿意承担。你爹爹不舍得责罚你，也不想责罚公主宅的任何人。然而从你夜叩宫门开始，便已经将这件家中私事放置在天下人眼前，而因此事，
牵扯到了驸马，尤其是将驸马降官，这便干涉了朝堂事。言官想假装不见，都不可能了。无论是家事，还是天下事，怀吉都没有错。他从来没有挑拨过我和驸马。若是责罚，我愿意承担。